自2024年5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老啊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1篇第1节到24节。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互我永远袂拄着见笑。求你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透放我，按耳孔听我，救我。求你做我徛起的石盘，互我通时常踮遐。你已经决定要救我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歹人的手，脱离不义甲残忍的人的手头。至悬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仰望，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歹年就受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，我要不时称赞你。真侪人看我做奇怪，毋过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我的喙充满对你的称赞，规日归荣光互你。我年老的时，求你毋通放杀我；我气力衰懒的时，求你毋通离开我。因为我会对敌议论我，当等要害我性命的人参详，讲上帝已经甲伊放杀，咱来对伊来掠伊，因为无人要救伊。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放我远远，毋插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赶紧来帮助我。愿控告我的人拄着见笑灭亡，愿计谋要害我的人受凌辱闹气。毋过我要时常仰望你，要一直称赞你。虽然你公义的所做甲拯救的作为算袂了，还阁我的喙规日要宣扬。我要讲起即悬上主大权能的事，干那要宣扬你的公义。上帝啊，对我少年的时，你就教示我。现在我还伫保养你奇妙的作为。上帝啊，到我年老头毛白的时，求你毋通放杀我，互我将你的气力传互下代，将你的大权能指示将来的人。上帝啊，你的公义悬到拄天。上帝啊，你有件伟大的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互我经历真侪大灾难，还阁要互我搁活起来，对地上深的所在搁起来。你会将尊荣加添互我，搁再安慰我。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单息称赞你，称赞你的信实。以色列的圣者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是你所救赎的，我要用全性命大声唱歌称赞你。我的舌要规日讲起你的公义，因为计谋要害我的人已经受凌辱见笑。我老了。根据2023年台湾内政部的资料，2022年国人平均寿命是79.84岁，比2021年的80.86岁减少1.02岁。平均寿命下降，主要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。武汉新冠肺炎成做国人死亡原因第3名。伫疫情以前，国人平均寿命伫2020年达到81.32岁，和全球平均寿命相比，男性加6.7岁，
女性加8点6岁，堪称长岁数的国家。不过，长岁数衍生的问题也袂少，加上少子化趋势，致使人口结构趋向高龄化。联合国预测未来全球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将对2022年的10%成长到2050年的16%。届时，年长者会是幼儿的2倍。因为安尼，联合国呼吁各国提早准备，制定新的社会经济政策，通降低高龄化带来的冲击。诗篇71篇标题写一个老人的祈祷。这个老人所求的，毋是安怎搁较长岁数，也毋是求后代子孙成功发达，反倒是祈求上帝甲伊同在，互伊摆脱邪恶者。伊就要上赞上帝的大能，宣扬上帝的公义。诗人最后讲：我的上帝，我要单息称赞你，称赞你的信息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是你所救赎的，我要用全性命大声唱歌称赞你。我的旨要规日讲起你的公义，因为计谋要害我的人已经受凌辱见效。试想，当咱老啊，还会想用弹琴来上赞主，向主欢呼大声唱歌无？还会想要规日讲述上帝公义无？人定定有这样的错觉，等囡仔大汉就通好好灵修，等工作无用完啊，就通好好陪伴厝里的人，等退休了就通有搁较侪的时间参加聚会、参与服侍。毋过安尼的期待，却一遍搁一遍落空。写这首诗的智者讲：至悬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愿望，对我少年的时，你一直是我的倚靠。我对胎儿就受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，我要不时称赞你。诗人的话提醒咱，甲上帝建立关系，是对一出世就通开始，毋通等到年老甚至临终的时，才想要请牧师来洗礼，白白错过甲上帝相合行，得主保护，有通倚靠的大好时间。日本学者町田浩典伫2005年提出“下流老人”这个词，伊发现真侪中产阶级退休了后，却过着中价阶层的生活，过时的年金制度，行动不便，欠人照顾，医疗品质低落，生活条件失去优势等等。伊阁提醒，要正视青年失业、薪资低等问题，才当进一步化解老人的生活困境。我老啊，毋是等老啊才设法，也毋是信仰众多就当解决。诗人讲，我老啊，是一种感恩信心的表现，是来自一出世就甲上帝连结，一生拢会当拥有甲上帝相合行的美好见证。默想对上帝的信心，要安怎会当一日比一日搁较坚定？咱来祈祷，阿弥陀罕的上帝，我相信你会当互百岁老人经历信心的大能，对我的出世甲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求你拢甲我同在，互我的生命会当见证你的作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
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